日負責嘅攤位咧，就係大家都見到啦，呢個就係路德會協同中學嘅攤位，就係會做呢一個拓印，揾咗3個朝代嘅錢啦嚟到做拓印。咁啊點解諗做拓印咧？其實中華文化咧同現代好有關係嘅，一路咧都係傳承落嚟嘅，都係用紙幣嘅模式。咁所以我哋特登揀咗呢一個中華文化嘅傳承俾我哋落去啦。我哋咧有10幾個中華文化大使嘅，學校第一次做拓印，咁對佢哋嚟講咧一個新嘅體驗啦，同埋令到啲參加者咧都係明白到咧中國歷史係一脈相承。我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。咁我哋今次去做嘅項目咧，就係一個字謎七線工作坊。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啦，可以令到大家去領悟下呢個中國文字嘅一個有趣嘅地方啦。咁另外七線都有個非遺項目，咁都想大家係透過呢樣嘢體驗一下。咁我相信透過今次嘅活動咧，都可以了解到中華文化點樣去應用。我哋咧係中華基督教燕京書院啊！今年咧我哋咧做嘅攤位咧就有2個主題。咁我哋係中國風啦，咁中國咧係中國傳統剪紙，風咧係風車。呢2個咧都係我哋中國嘅非遺。我哋同學咧非常之積極，都係一路款待緊我哋嘅客人。期望咧透過今次文化嘅嘉年華咧，同我哋社區人士連結喺埋一齊去推動我哋嘅中華文化。我哋係嚟自嗇色園主辦可立中學，我哋準備咗2個活動。第一個咧就係猜成語，咁啊第2個活動咧就係對詩歌。咁啊2個活動咧我都希望大眾啦、社區人士啦，甚至遊客咧對我哋中國嘅文字有多啲嘅欣賞啦。除咗學習中華文化之外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價值觀教育。譬如點樣透過同社區人士嘅接觸咧，點樣訓練佢哋嘅同理心啦、關懷他人啦。另一方面咧，都可以令到佢哋建立俾自己嘅堅毅啦、勤勞嘅精神。唔易嘅，咁但係另一邊廂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機會咯。主要機會入邊咧，都令到所有人都會欣賞到我哋嘅中華文化，建立翻咧我哋嘅文化自信咯。大家好啊！我哋係樂善堂余近興中學嘅師生啊。咁我哋今日擺呢個攤位咧，係同學咧係喺河南博物院實習，吸收咗好多青銅文化嘅特質，所以咧佢哋咧做一啲相對問卜嘅遊戲。透過啲遊戲咧，同學可以俾來賓咧多啲了解我哋中原嘅文化，同埋同學咧喺當中咧學到好多點樣去組織遊戲啦，點樣去介紹一啲文物嘅技巧，同啲來賓一齊去到從遊戲中學習。作為中國文化研究院嘅一份子咧，我今日好高興嚟到參加呢個活動，發覺真係好熱鬧，亦都見到呢個活動係好受觀眾歡迎，內容吸引到大家對中國文化有興趣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嘉年華係好有意思咯。